校長、副校長、各位老師、同學，早晨！我係 2A 班嘅方燕輝，今日又嚟到我哋考完電視台嘅早會。咁我哋而家有安靜嘅時間，以祈禱開始今日嘅早會。將時間交俾樂道中學校牧周鳳明傳道，小鳳姑娘為我哋祈禱。黃校長、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，早晨！我哋一齊同心嘅祈禱。親主耶穌，感謝你讓到我哋可以翻到嚟樂道中學嘅當中知道呢，我哋聽日呢就係中一至中五同學第2個學期嘅家長日特別呢為着中3嘅同學呢去禱告，知道呢佢哋都為着選科有唔同嘅心情，求主你都帶領佢哋嘅前路，知道呢佢哋都有唔同嘅興趣，求主你呢都俾佢哋有合適嘅科目，能夠呢揀選得合宜，亦都同家長呢有好嘅商量，可以呢為着自己將來嘅道路有好嘅安排，求主你帶領，亦都呢將中6嘅同學交在主你嘅手裏，知道有部分嘅同學呢已經考完晒 DSE 啦，但亦都呢有一啲同學仲喺呢考試嘅期間，求主你繼續紀念，亦都顧念佢哋嘅情況知道呢喺特別有同學考完試嘅時候，佢哋都會好需要更加嘅堅持，更加嘅集中。求主你都幫助，讓到佢哋喺呢個預備嘅狀態，喺考試嘅狀態嘅裏邊能夠堅持到底。求主你繼續嘅帶領，感謝主，奉主名求，阿門。唔該晒小鳳姑娘，今日我哋好開心有姚亞南老師同許南聰老師同我哋分享，將時間交俾2位老師。校長、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，早晨！我係許南聰老師，我係姚亞南老師。唔知咧各位同學仔咧最近有冇咧遇到一啲好窩心嘅事情呢？咁最近許 Sir 咧就睇到一單新聞喎，咁新聞就講到咧有一個嘅地盤工人咁佢咧就返完工啦，返屋企嘅時候咧搭巴士，因為佢啲衣服好污糟啦，咁佢咧就唔係咁想咧就坐污糟人哋嘅座位，咁所以即使個巴士好多空位喎，佢都寧願咧就坐喺側邊嗰個樓梯間裏邊，咁就唔好沾污一啲嘅座位咁樣。咁而個巴士司機咧見到呢個情況咧，就主動去問候呢一個地盤工人啦，去了解佢嘅情況，亦都俾個定心丸佢啦，就話你放心，你即管坐啦，最多污糟咗我抹翻。喺呢件事上邊咧，許 Sir 咧覺得好窩心喎，因為咧兩個嘅角色啦，兩個嘅人物啦，佢都體現咗咧尊重同埋同理心喎。喺地盤工人嗰度啦，佢就會明白到咧我哋咧就會都可能會好介意咧，因為身水身汗所以可能會有啲嘅異味或者會污糟咁樣。佢明白到我哋可能會即係市民可能會有呢個嘅想法，所以佢咧就願意咧去犧牲咧佢坐嗰個嘅空間。但係呢個巴士司機咧，亦都係好尊重地盤工人呢個嘅身份，佢都明白到咧地盤工人返完工都好攰，需要一個空間去休息。咁所以咧，佢好願意咧，好窩心咁咧去同佢講，大膽啲，你可以照坐，最多我之後抹翻乾淨。咁所以咧呢件事咧，我就覺得咧好體現得到咧尊重同埋同理心喎。咁唔知聖經裡面咧又點樣教我哋尊重同埋同理心咧？我哋一齊去片。唉，同學關係好複雜啊！同唔同組嘅人都傾唔嚟嘅。見你咁煩惱，等我帶你睇個故事啦。我哋嘅目的地呢係2000年前嘅中東啊。哇，嗰度嘅人係咪都着牛仔褲㗎？嗰度天氣好炎熱，黃沙滾滾。喺嗰度有一個被孤立嘅撒瑪利亞婦人，因為過去佢有5個丈夫嘅經歷，佢淨係夠膽喺冇人嘅正午先出嚟打水。呢個婦人專登喺12點鐘，太陽最猛烈，冇人想出嚟嘅時候，一個人去井邊打水。點解？因為佢覺得自己名聲唔好，唔想俾人指指點點，所以佢將自己收起嚟，遠離所有人嘅目光啊！咦？呢個唔係耶穌咩？佢睇上嚟好似好口渴喎。就喺呢個時候，撒瑪利亞婦人遇見咗耶穌。但係當時猶太人係唔同撒瑪利亞人講嘢㗎。當時社會階級好鮮明，猶太人同埋撒瑪利亞人互不來往，甚至可以話係世仇添啊！加上當時嘅社會呢，男性通常唔會喺公開場合主動同女性傾偈嘅。請你俾水我飲啊！天啊！你係一個猶太男子，竟然向我呢個撒瑪利亞女人要水？
耶穌當時冇因為自己嘅身份、性別或者宗教背景而睇唔起呢位婦人，亦冇因為佢嘅過去而睇唔起佢。相反，耶穌主動開口講：請你俾我飲水，主動打破呢個禁忌。呢句話聽起嚟好簡單，但係咧係好震撼嘅。佢見到婦人內心深處嘅孤單同埋渴望。耶穌放下咗尊貴嘅身份，去請求一個被社會排斥嘅人幫忙。耶穌嘅尊重解開咗婦人心中嘅鎖，佢唔單止俾咗耶穌水，自己仲得到咗心靈嘅滿足。後來耶穌同婦人傾咗好耐偈，而婦人嘅生命亦都從此改變。哇！耶穌尊重同同理被邊緣化嘅人，讓人哋感受到無條件嘅接納啊！冇錯，呢個就係耶穌教導我哋嘅道理啦。我都要試下睇到別人嘅需要。咦，胖虎，你要食一啖啊？只要心存謙卑，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。等我哋一齊將校園變得更溫暖啦！喺學校裏面呢，可能我哋都有啲同學仔呢係會喺烈日當空下面偷偷出嚟打水㗎喎。有冇留意到？可能有時候有同學呢會自己一個食晏啦，又或者呢會自己一個坐喺一邊睇書，好孤單嘅樣子。咁呢，可能佢哋亦都會因為可能成績唔好啦，又覺得自卑而唔想交朋友。平時嘅你有冇留意到呢一啲嘅小角落有呢啲嘅同學呢？如果你留意到嘅話，不妨可以送一啲溫暖俾佢哋，關心下佢哋，同佢哋傾下偈，釋出一啲嘅善意。咁不如我哋咧一齊嚟記住呢一段經文啦，作為今日嘅提醒：凡事不可結黨，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，只要全心謙卑，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，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，也要顧別人的事。腓立比書2章3至4節，願我哋咧都有一顆敏銳嘅心，喺學校裏面咧散播尊重同埋同理嘅種子。拜拜。好多謝兩位老師嘅分享，今日嘅早會就到呢度就結束啦，將時間交翻俾各班班主任。拜拜。